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阮对你所听的话来传互恁知，就是讲上帝是光，伫伊全然无暗。独独咱若行伫光明，亲像伊踮伫光明，就是咱三角交陪，也伊的囝耶稣的血洗清咱拢总的罪。请咱来吟圣诗阿罗上帝，圣诗第66首，万面三角自极欢喜，万面三角自极欢喜。请咱起立来吟。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永远至圣的上帝，恳求你用你荣耀眷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会专心虔诚敬拜。阮的祈祷会得到你的应允，求你赏赐恩典，互既若谦卑，搁心内颂香的人。全能慈悲满满的上帝，今仔日
是即年上尾一天，也是最后主日。阮即时要劝你来认罪。阮有犯罪，离开主的道路，过头相信家己的财物，骄傲，自我的感觉真好，拢无去关心看顾有需要的人。应该做的无去做，无应该做的反倒去做。阮有真侪软弱，真侪过失，只有你知阮有犯罪，常常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着你的慈爱。全能的上帝，感谢你伫即年看顾保守，也感谢你，予阮伫圣诞节即个节期领受侪祝福。虽然即一年的日子内底有苦、有甜、有哭、有笑，但是阮也知你拢伫阮的身边，及时供应阮的欠缺，按时阵满足阮的需要。你是年头甲年尾拢眷顾阮的神，求你按照你的应允，赐福阮，予阮有信心，会当带着属天的平安、喜乐、欢喜告别今年，迎接新一年的丰富恩典。阮毋若干那要用喙来学罗你的美德，也要伫生活中表现出来，将家己献予你，一世人伫你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服侍你。全能的上帝，阮要为这世界和平来祈祷。最近发生真侪对国际也是社会有不安定的事件。主啊，你是掌管一切的主，求你保守看顾，互国际领袖看清楚，伫因的决定会影响国际动乱，互人民的生活真是困难。阮为这项事来祈祷，求你帮助看顾带领。阮也为着即块土地来祈祷，求你赏赐智慧，予政府官员有听人、听人民、听即块土地的心，伫经济上带领阮，予阮有安定的生活。心神软弱的求你扶持，失去亲人的求你安慰，生活困苦的求你帮助，将一切仰望伫你的圣手。阮的祈祷无够野，要用主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定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今咱来交读课英文第39篇，伫圣诗后壁59页。我来刻，恁来印。我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为上帝降落。阁听见大声对造话出，讲：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本身要甲恁伫地来甲因。来做因的上帝，无要阁有死神，也无要阁有哀伤、嚎叫、疼痛。坐伫座位的讲：我换身体万米。
佫甲我讲，已经成了，我就是阿里法甲欧米伽，是起头个甲落尾个。得信个人要信接遮个。请咱继续来吟圣诗阿罗上帝，圣诗67首。我心阿罗上帝，我心阿罗上帝，请咱起立来吟。诚济，赞美咱妇女合唱团要来带咱阿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是希望、平安、喜乐甲疼心。
请咱来听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新约圣经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25节，现代中文译本946页，台语汉语本827页。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读，请咱头前有圣经，咱会当家己掀。看，我创造新天新地，以前的事无搁纪念，也无搁追想。恁着因为我所创造的来永远欢喜快乐，因为我创造耶路撒冷最欢喜的，创造伊的百姓最快乐的。我要因为耶路撒冷来欢喜，因为我的百姓来快乐。其中的确无搁听见啼哭的声甲哀嚎的声，其中的确无几日仔死的婴婴，也无有岁寿无满足的老人。因为100岁死的，又算是囡仔；100岁死的罪人，又搁是受咒诅的。伊要起厝，家己徛起，栽种葡萄园来食伊的果子。因无要起造，互别人来徛；因无要栽种，互别人来食。因为我的百姓的日子，亲像树的日子。我境的百姓，亲手着磨，得着永久享受伊。伊的确无空着磨，所生的也无拄着灾害，因为伊拢是得着耶和华赐福的护佑。伊的子孙也要甲伊有份。伊又要求救，我就应伊；拄伫讲的时，我就应伊。豺狼要甲羊羔相夹食，狮要食草亲像羊，土粉要做蛇的食物。伫我的圣山遍地，拢无损伤，无残害。这是耶和华讲的。请咱听，搁照安尼去行的人，着荣光归于咱的父上帝。咱今早起本堂的杨信祖牧师要来分享信息。新天新地，请咱恭敬来听。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也拄好是最后的一日。对明仔开始，咱就要进入到2018年。我想新这件代志对咱来讲，当然是代表愿望，代表新的改变。但是有当时新也充满挑战，充满困难。因为咱拢是真有限的人，咱毋知影头前所要面对的是啥物款的代志。但是我想有一项代志是咱通有把握，咱通有确信的，就是咱诚做上帝的囝儿。咱毋管拄着啥物款的代志，咱拢伫上帝的手内面，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爱，总是无离开咱。咱大声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佮保守阮平安经过一个年。当阮要进入到新的一冬的时，阮大心要向你献上阮满心的感谢，感谢你过去一冬的保守佮祝福。阮要恳求你继续伫新的一冬内面，甲阮三个弟弟。用你的恩典、慈悲来引带带领阮，当阮即时要做伙通过你的话，更较侪来认捌你，恳求你的信心，甲阮三个弟弟，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通明白你的话奥妙，通成做阮生命的快乐甲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若有照咱教会读经的进度在读，咱会知影，咱对10月底。开始，咱就开始来读以赛亚书。照咱的进度的安排，带到今日，咱的以赛亚书会全部来做一个结束。伫年底圣诞节的这个节期来读以赛亚书，其实是真特别的一个安排。因为以赛亚书虽然伊是属伫旧约内底的先知书的一卷，但是伊读起来和其他的先知书有真无共的感觉。因为以赛亚书伊内底真清楚来记载关系弥赛亚，也就是迄个拯救者伊的一撮预言，包括伊的出世、伊的服侍、伊的死、伊的搁活。
所以伫圣诞节的这期，咱来读以赛亚书，这个关系弥赛亚、关系基督的预言，其实非常有帮助。以赛亚书嘛，因为安尼内底记载真侪弥赛亚的这个预言，所以伊互人称作是旧约内底的福音书。福音所咧讲的，就是关系基督这个好消息。所以以赛亚书因为内底预言的内容，所以伊互人称作是那亲像旧约内底的福音书共款，甚至有人直接甲伊叫做是以赛亚福音。所以以赛亚书对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真特别的一本先知书。通过读以赛亚书，也通互咱明白，上帝为咱所备办的恩典是偌尔啊大的恩典，上帝是偌尔啊疼咱。所以以赛亚书是真值得咱会当好好用心来读的一卷册。以赛亚书也另外有一个较特别的所在，伊的内容通讲是规本圣经的一个浓缩。规本圣经的内容和以赛亚书通讲有一个真好的对应啊。咱今日读的是第65章，是已经以赛亚书的上界尾啊。伊对应着规本圣经的上界尾，就是启示录，拢有讲到新的天、新的地。这新的天、新的地所咧讲的，也就是弥赛亚的国度的来临，以及其中这弥赛亚的国度内底的情形是啥款。所以咱今日要做伙通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要安怎会当准备好家己，进入到上帝为咱所备办新的天、新的地，一个新的国度。伫要来看咱今日的经文进程，咱大先要来看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先知书的内容。虽然咱圣经内底先知书有真侪本，但是每一本先知书，不管是小先知、大先知，大概拢有包含2种重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上帝对罪恶的审判，以及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上帝为了百姓所备办的恩典。一方面是审判，一方面是恩典。所以咱在看先知书的时，常在发现这2个主题在交叉在呈现。伫咱的所读以赛亚书嘛同款，咱也甲伊分做2个大的段落。头前39章主要的主题在讲审判。在提醒百姓，恁得爱离开罪恶，离开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若无上帝的审判就来到，无论是个人、国家、民族，拢会拄到上帝的审判。这是头前39章一个重要的主题。后壁27章是伊主题是较偏伫恩典，上帝为百姓所准备的恩典。上帝为着信靠伊的人备办救赎，备办恩典。这互伫拄着困难的个人、民族和国家，通讲会当得到盼望。所以咱咧读先知书的时，常在是这2个主题在互相来穿插哈。咱今日读的是65章的后半段，17节以后的后半段。伊的主题咱都读过，咱就知影是较偏伫恩典的这部分。上帝所备办的恩典是啥物？总是前半段65章的前半段。咱就会看到另外一个主题，是咧讲上帝的审判。特别咱要先来看65章的前半段内底有讲到2款的人，诚做对比，真无共款的人。上帝用啥物角度来甲因做一个分别？第一款的人是罪人，也就是咧讲背逆上帝、行家己道路这款的人。咱先来看一节的经文，65章的第2节。65章的第2节。我伫遮来念互咱听。我同日伸手遐个背逆个百姓，因出在家己的意思行毋好的路。佮另外一个经文伫诗篇53篇的第6节，咱拢亲像羊行迷路，逐人行家己歪错的道路。亲像上帝通过先知所讲，通过这诗人所讲的。大部分的人拢是遮所讲的这个罪人，大部分的人咧做代志、咧讲话、行事为人，拢是照家己的意思、照家己的想法，无法度照上帝互人的命令、互人的诫命。甚至有人会故意来背逆上帝、拒绝上帝。
这就是遮所讲的即款的罪人。上帝伊讲，伊用逐款的方式在呼召属于伊的百姓。咱若看得多我拄仔所读迄段第2节，讲上帝伊讲，我若想徛地，规日拢伫遐咧下手，讲我伫遮，恁着紧来。但是结果是百姓无愿意来回应，无愿意来敲找上帝，甚至是故意来拒绝上帝。这个人伊用家己的意念，用家己的计谋来行代志，甚至去拜其他的神明。这拢是公然公开来伫背叛上帝，所以上帝对因安尼宣告讲：我决断无要竞争，我决断要施行报应。这是上帝对这款无愿意跟对伊来背逆伊、离开伊的道路的人的一个宣告。这个人虽然犹原是以色列百姓，血统上伊是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但是因为公开来违背上帝的命令，所以因最后就失去上帝的恩典。我想咱咧读这段时，可能会真直接，互咱想到主耶稣伊伫路加福音14章所讲迄个宴舍的譬如，耶稣讲有一个主人备办真丰富的宴舍，伊大心有邀请，伊要邀请遮个人客。总是时间到，准备好的时，派罗卜去通知遮个受邀请的人，一个拢有因的理由。我要来看我的田地，我要来看我买的牛，拢无愿意来参加这个宴舍。譬如最后结果就是，原来受邀请的这个人，拢袂当进入到这个宴舍内底，变倒是原来无受邀请的人会当进入到宴舍。就那亲像咱今日读的这段经文共款，大部分的以色列百姓拢选择离开上帝，无要照上帝的意思。直到因失去上帝的恩典。我想，当咱咧看这款的经文的时，相信嘛是互咱一个真深的一个提醒。咱嘛是大心互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咱嘛已经是领受上帝恩典的。咱着常常想看觅，伫咱的生命内底，咱是毋是有甲其他的代志、其他的物件看做比上帝较重要？就那亲像耶稣所讲迄个譬如内底，遐个受邀请的人共款，咱得常常反省咱的信仰，反省咱的生命。若无真危险，咱有可能会失去上帝备办好要互咱的迄个恩典。第65章的前半段，第2种的人，连到边的人，就是仆人、奴仆，也就是在讲追求上帝，会当领受上帝的祝福甲欢喜这款的人。这所讲的我咱先来看一段经文，65章的第9节，65章的第9节，我由原来读，互咱来听。我要对雅各的中间带出后裔，对犹大的中间带出承接我的正山的。我敬的百姓要承接伊，我这的奴仆要伫遐徛起，才讲到上帝的奴仆。这所讲的上帝的奴仆，是愿意超找上帝，愿意和上帝相亲近的人。在以色列百姓内底，这款的人是非常的少，占非常少的比例。所以当先知伫传讲上帝的话时，其实大部分拢是互人反对，无人愿意听。这是这所讲的奴仆，愿意超找上帝，愿意亲近上帝的人。上帝讲，伊要带这个专心跟对伊的奴仆进入到伊所应允的地去。这奴仆要得到对上帝来真大的祝福，真大的恩典，领受真实的福气。但是咱嘛要注意，这所在所讲的奴仆，并不是指讲已经完全的人。上帝要拣选的人，毋是讲你是一个完全的人，拢无缺点，拢无错误的人，上帝才要拣选你。因为圣经甲咱讲，敢有完全的人？圣经真清楚甲咱讲，连一个完全的人嘛无。所以上帝要拣选的奴仆，其实毋是完全的人，是有愿意的心，愿意谦卑来超找上帝，跟对上帝。咱在座每一位嘛拢无完全。咱嘛拢有家己的限制，有家己的软弱，总是通过这个经文要甲咱提醒，会记得来超找上帝。虽然咱是完全，咱是软弱，咱是无完全，咱是软弱，但是当咱愿意用谦卑的心来超找上帝时，上帝犹原
请咱竞选咱成做伊的奴仆，互咱通领受伊的恩典，也行伫伊所欢喜的道路顶面。这是65章的前半段，互咱看到两种无共款的人，因的选择无共款，因最后的结局也无共款。接续对17节开始，咱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咱今日所读的后半段。才要开始来讲，上帝通过先知来做一个宣布，伊要为着这个专心军队伊的奴仆来准备一个新的天、新的地。这个新的天、新的地是一个全部是新，而且佫是完全美好的一个世界。也通过圣经的经文，咱也看到这个新的天、新的地内面有几个真重要的特质特质哈，咱通做伙来认识、来了解。第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新的天、新的地内面罪恶、苦难拢要受除去。咱来做伙看第65章的17节，65章的17节。安尼讲，看我创造新天新地，以前的事无搁纪念，也无搁追想。过去的代志，遮所讲的，就是这个世间的苦难、世间的罪恶。咱若对创世纪读落来，咱就知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一开始是好也歹，是好，是完全无苦难、无罪恶的这个世界。总是后来因为人的悖逆、人的犯罪，和罪恶、苦难进入到这个世界，带来真大的破坏，或者咱的世界失去原本上帝所创造的美好。但是当即马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来做一个重要的宣告，伊要过一届通过新的创造来改变这个世界，互这个世界即马存在的苦难、犯罪拢来除去，世界要重新回到上帝原本创造迄个美好内面。这就是咱拄仔所读第17节这个意思。旧的代志、过去的代志，无搁受纪念的这个意思。你若问我讲，这个新的世界到底是啥款的世界？我必须讲，我嘛无真清楚吼，因为我还未到迄个世界。但是对圣经甲咱讲，迄应该是一个真水好到无比的世界。咱即马，互咱感觉见笑，互咱感觉惊吓、烦恼、啼哭这代志，伫新的天、新的地内面，拢无搁有存在。这是第一点，真重要，咱通做伙来认识的。第二点，伫新的天、新的地内面，也是一个喜乐、和平要来到的所在。咱大先要过来看一段经文，65章的18到19节。你应着因为我所创造的来永远欢喜快乐，因为我创造耶路撒冷最欢喜的，创造伊的百姓最快乐的。我要因为耶路撒冷来欢喜，因为我的百姓来快乐，其中的确无搁听见啼哭的声、甲哀嚎的声。伫新的天、新的地，这上帝新创造的世界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要充满对上帝来的喜乐、平安。其中的人和一切受造的物，拢充满喜乐、充满欢喜。这款的喜乐照咱圣经的经文有对几个方面，咱通看会出来。第一，无搁有带出世就死去的婴仔。咱知影婴仔若带出世无偌久就来死去，这对父母来讲是一个真大伤心的代志。圣经甲咱讲，伫新的天、新的地内面，无搁有即款伤心的代志来发生。第二项，也讲到人的岁数会得到满足，无人真少年就来离开，甚至圣经安尼讲人的年岁要亲像树木共款、树仔共款哈。树仔的年岁是会当偌济？无共的树仔可能无啥共啦，但是至少一般来讲是拢比咱人的寿命加真济哈。人要有岁数会当得到满足。第三项，人要会当享受家己劳碌所得到的成果。对咱人来讲，有一项代志做遗憾的代志，就是我做拍拼所得到的成果，却是送互别人，家己无法度享受到，这是非常遗憾的代志。
圣经嘛，甲咱讲，伫新的天、新的地，这世界内底，即款的代志也袂阁发生。因为每一个人拢有真长的岁数，也会当享受家己所乐乐所得到遮的。这是第二项。阁有另外一项，伫新的天、新的地，即个上帝新创造的世界内面，也要充满和平，无阁有冲突，无阁有威胁。咱来看65章的25节。65章的25节，豺狼要甲羊羔相夹食，狮要食草，亲像牛；土粉要做蛇的食物。伫我的圣山遍地，拢无损伤，无残害。这是耶和华讲的。伫这个新的世界，人和人中间，人和万物中间，拢无阁有冲突，无阁有互相的伤害，是一个充满和平、充满平安的一个新的世界。咱若往头前来看，以赛亚书的第11章第6节到第9节，才咧讲弥赛亚的国度内底情形，也共款讲到这段。伫弥赛亚上帝国度内面，也是充满和平、充满平安。无有伤害，无有冲突的，这是一个真水，互咱通欣赏的一个世界。讲到这，有人会问，讲那呢？这个世界当时要来？我想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听以赛亚讲这话了后，因可能嘛有这款的疑问：遮尔啊好，遮尔啊水的新的天、新的地，什么时阵会来到？我想这个问题对当时的以赛亚来讲，可能无解答。以赛亚嘛毋知影，以赛亚只是将伊所领受的话，甲百姓传达。上帝若无进一步甲伊启示，伊嘛无法度通完全明白。咱要来讲这个问题进前，咱先来看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关系以赛亚书哈。我想咱大部分的人应该拢有听过一件代志，叫做死海古卷。你有听过死海古卷无？无，有的人有，有的人无，不要紧哈。死海古卷是啥物货呢？死海古卷是伫1947年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圣经考古的发现哈。但是这个发现并不是考古学家去发现的哈。这个死海古卷的发现是一个真偶然的情形下面啦哈。当时有一个少年的牧羊人雇羊的人，伊咧雇伊的羊群的时，有一日，伊羊群怎有几只走无去？伊就四界去找哈，找到这个死海的边啊，一个所在叫昆兰。昆兰这个所在是一个真大色有真侪山洞的所在哈。伊就想讲，我羊仔敢会是走入这个洞内底洞坑内底去眯起来，伊佫无啥敢入伊就揢石头迄对迄个坑内底，想要甲迄羊仔赶出来但羊仔无走出来，但是却听到有迄个杆去用石头弄破去的声。淘气啦又想讲害敢是弄破啥物人因兜的物件所以伊就真惊，伊就先走转去厝边但是伊就真好奇，讲到底我昨迄是捡到啥物物件？第二日伊就入去到迄个洞内底看，就发现内底有真侪即个陶罐当先往下陶罐，而且陶罐内底是放圣经的抄本圣经的抄本，陶罐就是迄个也放圣经的抄本，因为他当时的圣经，你若有一本了后，你要第二本要安怎？摕去送去 copy 敢会当？无法度，当时无法度 copy， 当时会当用抄的抄本就是通过安尼保存起来，因写好了后，就落伫迄个陶罐内底保存放伫迄个山洞顶悬就是死海边的昆兰迄个山洞内底，真干燥的所在来保存伫即个死海古卷发现内底特别重要一部分，就是有一个完整的真完整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完整的因为有几卷是完整，所以非常的重要。对当时的圣经学者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因为因当时的圣经的翻译，就是爱靠这个你找到的这个抄本来做翻译死海古卷发现进前，因手头的抄本是主后900年写的抄本，就是公西元900年的抄本啦大多咱有小可看会到这个死海古卷是当时写的，主前100年，所以按呢差偌久？一个主前100年，一个主后900年，所以差1000档
这对圣经学者来讲，哇，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你会当找到愈早的经文，那表示会当找到愈正确哈，因为抄的过程难免会有错误嘛哈。愈后壁的愈高错误，愈头前的愈正确。所以当时圣经学者就先把因的研究拢停落来，想要做一个对照，讲哇，到底阮手里这份和1000当前这份到底有啥物无共无？敢会差足济啊？恁摇看卖啊，因比较了有差足济无？1000当呢，差1000当哦，超过足济届哦，用手抄哦。伫咱一般的想法，感觉讲应该会差足济哈。咱若有经验，咱100周年的时，咱有手抄圣经有无？恁若有写哈，做专心嘛是会写毋对，啊，拢爱定写哈，做起的哈。做专心嘛会写毋对哈，但是圣经学者因做一个对照了后，真惊奇的发现哈，就是讲竟然无真大的差别。因为当时的这在抄圣经的人，因知影这非常的重要，这爱真严谨哈，所以有一套真严格的检查的方法啦哈。若写毋对，就爱定写哈，爱真严格的检查有写毋对去无哈。所以虽然经过1000当，主前100当所写的，和主后900年所写的这经文，其实非常的接近，当然有小小的地方还是会错误哈。但是无啥物真重大无共的所在，这意思在甲咱印证讲吼，咱正刻到的经文，咱信所读的经文，和当时实际所讲、实际所写的，应该是非常的接近，无啥物真大的出入。所以当时以赛亚甲当时的百姓所讲的话，和咱今日伫经文内底咱所看到这话，大概是差不多，吼，无啥物真大的变化。总是我想有一个真无共的所在。经文虽然共款，但是对当时的人，这段经文的意义，和对咱今日的意义，我想有真大的无共。对当时的以赛亚，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讲，这段经文的预言，新的天、新的地的预言，对因来讲是真遥远、真久以后才会来。因可能无想讲，阮这世人拄会到哈，这个有预言哈。对因来讲是真远的代志，但是对今日的咱来讲，有真远无？哈，讲我也知，凡事阁足远啊。要甲咱讲，其实毋是真远，咱已经伫新的天、新的地内面。咱大先来看一节的经文哈，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以，若有人点伫基督，伊就是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这节的经文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哈，因为我的名就是对这节经文出来，哈，对。我特别甲这个的人哈用红字哈，的人迄两字伫原文内底，原文内底是无的哈。咱翻做中文的时，甲加起来，安尼念起来会较顺啦哈。所以原本的意思是讲。若有人踮伫基督，若有人和基督有一个真好的连结，伊就是新创造的，伊就是上帝新的创造，也就是咱今日所读这个新的天、新的地的一部分。所以对咱来讲，咱已经认捌耶稣基督，咱已经和耶稣基督有一个新的结连。所以其实咱已经伫一个新的天、新的地内面。耶稣基督第一摆来到世间的时，伊就已经开始一个新的天、新的地，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国度。但是咱嘛知，当伊第二摆来的时，这个国度才会完全来实现。咱抑阁处伫一个讲过渡时期，过渡的一个时期，已经开始，总是也未完全。咱基督徒是活伫即个中间。所以一方面，咱有真有确信，咱已经开始进入到上帝为咱备办即个新的国度内面。但是咱嘛知，咱还阁有一段时间，咱需要去努力，用咱的行动来回应上帝予咱的呼召。新的天、新的地，这个新的世界，是上帝予伊的囝儿上介大的应允、上介大的祝福。咱偌尔啊幸运，偌尔啊有福气，通领受这款的祝福。我想对咱来讲，对咱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讲，咱已经进入到新的天、新的地内面。
咱真应该做的，毋是坐伫遐，等新的天、新的地完全来实现。对咱来讲，咱应该做的是用咱的行动去回应上帝，互这个新的天、新的地，通早一日伫地面上来实现。新的天、新的地内底，这重要的性质、圣洁、喜乐、和平、公义，拢是咱着通过咱的行动来参与、来实现的。当咱咧面对2018年要来的时，咱心内有当时会惊吓，会毋知影头前有啥物款的挑战、啥物款的困难。但是我想咱毋通袂记得，上帝伊嘛已经应允咱，伊要听咱的祈祷，伊要随时成做咱的帮站。这是新的天、新的地内面，上帝要和咱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我想对基督徒来讲，面对头前的年日，咱毋免烦恼，因为知影有上帝成做咱的倚靠。另外一方面，咱嘛着人学习，用更较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互咱通来实现上帝应允，要互咱的这个新的天、新的地。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用遮尔大的恩典拣选阮，阮通成做你的囝儿，成做你的奴仆。主，做个时阵，阮犹原无完全，阮犹原软弱。主，总是阮愿意谦卑来到你面前，恳求你差派你的信心来到阮三个之地，帮助阮，互阮会当随时行伫下你旨意的道路顶面，当照你的话来行。当通过阮的行动来回应你对阮的呼召，互你所要应允这新的天、新的地，通紧紧实现伫这地面上。主，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特别将阮头前2018年的道路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继续来引带带领个束缚。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咱来吟圣诗回应上帝听，圣诗347首。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咱即时要用奉献来刷食咱的礼拜。咱若还袂伫外口咱的新朋友的老名卡，请咱伫座位上有咱的老名卡，请咱来填写，确定啊，互阮来欢迎你。奉献是咱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嘛是上帝互咱的恩典，咱会当来用奉献来刷食。上帝，阮感谢你的保守，阮一切的平安。阮用你所赏赐金钱、才能、文士献伫你的面前，愿你感纳阮所献，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咱的旧部第4页。岁末感恩祷告会，咱今晚7点半伫咱礼拜堂有敬拜、祈祷岁末感恩，请咱的会友踊跃来参加。第二，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陈坤生兄弟的爸爸陈文浩长老，伫12月26日安歇主怀，定伫12月30日举行日念甲火化礼拜。搁伫2018年1月6号
晡2點佇高雄三民教會舉行告別禮拜，請兄姐關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第二本會會友陳金元兄弟佇12月28安享主懷，定佇2018年1月4號下晡3點30分佇第二殯儀館景陽樓3樓的志美視廳舉行日曆告別禮拜，請兄姐關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我要閣具體關懷補充一個報告。本會洪陽浩長老的囝婿，杜興元兄弟的爸爸杜勝南長老，佇12月28安享主懷，定佇2018年的1月13號，佇咱雙連10樓舉行告別禮拜，請兄姐關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第三點是咱就任式，咱後禮拜要舉行。第三場要舉行就任式，心靈的種子，甲團契的會長詩班敬拜同工，心靈的小家長，請咱保留時間參加。第四點，總務委員會消息，咱本堂今年度逐項的奉獻，甲本主日為止，請團契甲詩班佇2018年正月初7，將校鋪甲團票甲扣繳的資料奉獻明細，他去交留予徐主任。請咱先開第6頁。裝備委員消息，咱配合咱8樓要徵收裝備課程甲兒童主日學，明年1月甲2月，咱教室有異動吼，請咱兄弟上課的時間，咱佇頂懸請咱詳細來看。也因為咱後禮拜去咱兒童主日學要選去佇咱雙連的幼兒園，要舉行主日禮拜，吼，咱相關的資料咱搭佇咱的10樓，甲咱9樓電梯口吼，請咱兄弟若要去的，請咱注意咱的時間。以上報告，咱請楊牧師來歡迎來賓甲牧養代禱。我伫遮代表教會歡迎今日第一擺和咱做伙做禮拜做伙聚會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是一個家庭吼，胡家簡、范恩美夫婦吼。佇這個所在吼，真歡迎。因是台中的蒙恩長老教會啦，今日來台北佚佗，真歡迎因和咱做伙做禮拜。第二位是。劉秋江、戴米段、劉玉南，嘛是專家哈。這個所在哈，嘛真歡迎恁來。擱一位邱顯玉、李立清夫婦，這個所在哈，咱有緣真歡迎你恁來遮哈，是主任長老的朋友哈。黎恩信，平安歡迎，是光復兄的朋友哈，廖光復弟兄的朋友哈，來吳順直，佇這個所在哈，咱有緣真歡迎，非常歡迎恁。好，以上敢閣有介紹無到誒兄弟姊妹第一擺的。那無真歡迎恁，嘛歡迎咱今日第一擺來兄弟姊妹吼，恁結束了後會當佇外口的貴賓室，阮有當間會甲你接待，甲你介紹阮的教會。咱只是做伙來祈禱。親愛的主，天父上帝，阮要向你獻上滿心的感謝，因為你對阮的恩典是遮爾大，對阮的疼是遮爾無比無限，互阮會當成做你所疼的囝兒。主總是阮也知，阮佇世間也有濟濟的挑戰，濟濟困難，阮真需要你，甲阮相甲伫地。阮要特別將這有逐項欠缺甲需要的兄弟姊妹，全然交佇你的手。無論是身體有病痛需要醫治的，還是家庭工作有逐款的欠缺需要的，囝兒逝世需要你的恩典祝福的，將這個攏交佇你的手，恳求你大權能的聖手來扶持幫贊也祝福阮每一位。
阮虽然伫困难内底，但是加倍经历着你的稳定，甲阮相甲伫地。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也拢交伫你的手，特别将阮头前2018年，他们要所要行的道路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引带带领个束缚。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咱来吟祝福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咱起立。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赞，常常甲咱大家相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谢阮强受垂肯。